各位兄弟，大家早早，大家平安，欢迎大家参加今仔日早起耶利米书的共读。今早起咱要来请加硕执事，带咱大家来做开始的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伫咧今仔日早起，互咱会使来到主的面前，听见你的话语，嘛因为主你的话语，互咱人生的道路袂偏离。主啊，咱即时要互牧师带领咱读你的话语，互咱搁较明白你要教示咱的道理。即时，咱要将阮的心情仰望伫主你的面前，求你来带领。咱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阿门。谢。咱伫耶利米书看到西底家王的末期，耶利米伊做真侪行动，当时咱读到35章、36章。特别这两章是等到进前伫约雅斤做王的时阵，当时看到一个利家族，伊来遵守上主因的祖先的诫命250几年，拢有在遵守，但是对照上帝子民却无要遵守上帝约。今日约翰要是伫约雅斤的年代36章，约雅斤听到先知耶利米写互伊的上帝透过耶利米写的批信，伊煞无要接受，佮大伊甲伊用火甲伊烧掉，这种的态度，惹来上帝的愤怒。耶利这个约雅斤做王的时期，其实是这个国家开始拄着败坏的时候。最后这三个王，约雅斤甲西底家，分别有3摆受掠。伫约雅斤做王的第4年开始，就是上帝已经通过耶利米来预言，这个犹大人要受掠70年，这是第25章第1节到14节的所在。约雅斤拄开始的时阵是埃及法老甲伊换起来做王，总是尾仔巴比伦较强的时阵，伊就爱搁投降伫巴比伦，所以夹伫两个这个强权当中，一个对北边来，一个对南边来，所以约雅斤伊实在是真歹春秋总是约雅斤伊无自立自强，伊无来挖靠上帝，颠倒亲像墙头草两边倒，所以地到伊咧家己的下场嘛非常的害尼布甲尼撒是伫约雅斤做王的第4年开始做巴比伦王，伊的老爸过身了后，伊就起来换这个国家，所以伊就换这个国家，就3摆来受掠，所以伊做王的时间，减菜是40几冬的时间，但是对耶路撒冷、对犹大，甚至对这四周的国家带来真大的威胁。这嘛是上帝爱伊所做的代志，总是这个尼布甲尼撒巴比伦王，伊嘛无来完全的顺探上帝的话，所以地到上帝嘛甲伊来刑罚。所以这3摆主前605年，就是约雅斤做王的第4年，主前597年。就是约雅斤做王的最后一年，伊的囝约雅斤起来换的时阵，甲这个主前586年，第3摆西底家王，这3摆受掠，约雅斤西底家，这个先知就是但以理以西结，总是以西结，伊是去到受掠到巴比伦，上帝才呼召伊来做先知伊看见上帝应要来离开这个耶路撒冷甲这个犹大国，所以伊就看到这个第3摆受掠，这个国家伫要灭掉的这个情形咱看到的是利家族，伊来遵守上帝约。今日要继续看的呢，是耶利米书安怎样写出来，咱对通过36章，会当互咱看到咱即马在读这本耶利米书，上帝爱伊伫什么款的情形写落来。好，咱这个时阵就请加速来带咱来读对36章，请对第1节读到第10节1到10节。好，约西亚的囝约雅斤统治犹大第4年，上主对耶利米讲：你摕一卷册来，从约西亚做王的时到今仔日，我对你讲所有关以色列甲犹大以及列国的话，拢记录起来。犹大家听到我要降灾雨互因逐个人有可能会悔改，无搁行邪恶的路，安尼我就会赦免因的罪孽甲罪恶。耶利米叫尼利亚的囝巴录来，
将上主对伊所讲一切话，甲巴录讲，巴录就将这话拢记录伫册卷。耶利米吩咐巴录讲：我互人禁止，袂用得入去上主的圣殿，所以你着伫禁食的日入去上主的殿，将我甲你讲，你写伫册卷上主的话，读互人民，甲对逐个城镇内犹太人听，因有可能会伫上主的面前祈祷悔改。逐个人莫阁行邪恶的路，因为上主有讲，伊对即个民族发的受气非常猛烈。尼利亚的囝巴录就照先知耶利米所吩咐一切话，伫上主的圣殿宣读册卷所记载上主的话。约西亚的囝约雅敬做犹大王第5年9月，住伫耶路撒冷的人，甲所有对犹大逐个城镇内耶路撒冷的人民，伫上主的面前遵守禁食。这时，巴录伫上主圣殿顶面埕，瓦滚圣殿新门门口，沙番的囝书记基玛利亚的房间，宣读册卷内面耶利米的话，予所有的人民听。好，多谢。第36章，吼咱搁登到伫即个约雅敬做王的第4年啊。即年就是主前605年，就是尼布甲尼撒伊起来做王的迄年。即年的时阵，约雅敬差不多是30岁，先知耶利米差不多是41岁左右啊，已经做先知23年。所以，先知耶利米对一个比较少年的一个王，伊要安怎来将上帝话传达互伊？上帝讲叫耶利米摕一卷册来，将约西亚王的时到今仔日，就是耶利米对少年18岁做先知，到即马41岁，即差不多23年来，所有上帝予伊的信息，甲伊记载落来，用笔写落来，但是毋是写伫纸本，是写伫书即个皮卷上面。所有有关一些的犹太列国的话记录起来，所以上帝讲要让耶利米是有凭有据，不是空口说白话。犹太家听到我讲灾祸福音，因当然就有可能悔改，无搁行邪恶的道路。所以上主爱耶利米写这个批的目的，就是爱因有机会会当悔改，上帝要互因会当搁一摆登到上帝面前。安尼上帝就会赦免因的罪孽甲罪恶，所以耶利米就安尼做。耶利米伊叫什么人来写呢？叫尼尼亚的囝巴录。巴录这个人咱进前第32章，就读到伊，迄是伫尾啊，西底家王第10年，这算较早出现，是即马出现巴录。然后咱搁读到最后要结束的时候，45章嘛看到巴录这个人，所以巴录呢。陪伴耶利米的身躯边呢，不加等，至少有超过20年啊！伊甲耶利米有20年的同工，做伊的这个书记，就是将耶利米上帝予伊的话来，然后来写落来，然后交互需要交互伊的人。耶利米吩咐巴录讲：我互人禁止袂用得入去上主的圣殿，因为耶利米去变做乌名单。伊家己是祭司的后代，伊家己是即个利未人的血统，但是伊却连圣殿拢袂当入去，因为伊传达的信息甲遐假先知比较起来，王拢无爱听，所以呢，人看到伊就足倒弹足讨厌。但是呢，伊个巴录讲，所以你就禁食的日，哪一天是禁食的日呢？那是照利未记来看，就是赎罪日啊，犹太人的即个赎罪日，你去上主的殿，将我。甲你讲，你写伫册卷上主的话，读互人民甲对逐个家庭内的犹太人听。所以这个书卷呢，其实不是耶利米书1到52章，因为这个事情之后呢，36章之后要就做代志。约雅敬当王的第4年了，这嘛才只是耶利米书一半的时间，所以这卷。要读的书卷呢，最多有多长呢？最多的话就是对耶利米书1到24章，过来就是46到51章，大约就是有这将近30章的篇幅了，在耶利米书一半再多，所以贝塔一口气读完耶利米书1到30章，
原来是不加等，但是这一章里面呢，我们会看到36章看到这个代志一天里面呢，一天里面禁食的日，耶利米书从前面累积下来大概有30章的篇幅，读了3次，读3摆。因有可能伫上主面前祈祷悔改，大家人无搁行邪恶的路，因为上主讲因对这个民族发的受气非常的敏感，所以上帝要互因伫禁食日要他们悔改，刻苦己心，听上帝的话，然后能够捶胸顿足，然后撕裂衣服，然后会当有一个正确谦卑悔改的态度，这是上帝所期待。所以你应该敬巴六，就照先知耶利米所吩咐一切话，伫上主圣殿宣读。册卷所记载上主的话，他就第一次读哪里呢？第一届读，就是来到伫这个圣殿，伫圣殿来读。总是呢，这个读这个话呢，人有接受呢，无接受，虽然咱有看到，伫这这信息中间，并无带来互人民的悔改。好，煞者咱个请是到第10集，然后约雅基叫约雅敬最王的第9年，伫耶路撒冷人过来，到伫上主面前遵守禁戒，所以应该是隔年，这个同样又是禁食的时候啊，因为这个9月就是赎罪日，会开始，叫做吹角节，对9月。头一天分扫节，然后就进入赎罪日。迄时巴录伫上主圣殿顶面，徛伫圣殿的新门门口，沙番的囝书记基玛利亚的房间，宣读内面耶利米的话，互所有人民来听。这是是的，这个才是第一次读。所以大概写了1年，用1年的时间，从约雅敬作王的第4年，到他约雅敬作王的第5年，同样都是禁食的日子，就是赎罪日。进行来读，互所有人民来听，这是头一届读。煞者搁请加入加硕，带咱读对第11集读到19集，11到19节。沙番的孙基玛利亚的囝米该亚听到册卷所记载上主的话，就去王宫，入去宫廷书记的房间。迄时真侪官员已经坐伫遐。包括书记官伊利沙玛、伊玛亚的囝德莱亚、阿吉普的囝伊利拿丹、沙番的囝基玛利亚、哈拿尼亚的囝西底加，以及其他的官员。米该亚将伊所听到巴录对所有人民宣读迄个册卷的话，拢甲因讲。因着派古时的干仔孙、西利米亚的孙、米坦亚的囝留伫去巴录遐，叫伊亲身甲迄卷册带来。尼亚的囝巴录就摕册卷去因遐，因甲伊讲，请坐，请读互阮听。巴录就读互因听，因听了真惊吓，互相看来看去。因甲巴录讲，阮一定着将这个话拢对王报告。因阁问巴录，请甲阮讲，你安怎甲这个写起来？是耶利米亲嘴讲的是无？巴录应讲，所有这个话拢是伊亲嘴甲我讲的。我就用笔墨写伫册卷。遐个官员甲巴录讲：“你甲耶利米着去密起来，毋通互人知恁伫倒位。”以上。好，等这个册卷写好了后，伫这个禁食的日，巴录带这个耶利米书，第一版来到伫这个圣殿，结果读的时阵呢。就伫圣殿中间有几个文士，因就来听到，咱读即种会出现超过20个人的名，所以名非常的多，检测真歹记。但是简单讲，就是这人中间有几个文士，这文士也是书记呢，因听到巴录所读的话，就开始心就有受到警醒，然后因就有做马上的回应了。所以这人包括这个。
伊利沙玛，伊利沙玛，然后还有地莱亚，地莱亚，还有就是这个伊利拿丹，伊利拿丹，还有一个是基马尼亚，基马尼亚。所以遮个人呢，因听到遮个话呢，因就派一个官员，是伫第14集，因就派一个官员，这个官员可能来头不小，但是唔知是虾米人，因为呢，伊对伊阿祖开始介绍，所以伊是这某物人的干仔孙，叫这个官员呢，带这个巴律，讲你即马就爱将你摕这个册卷呢，摕去因遐，所以呢，查来。所以查来了后咧，这个官员本来是圣殿的文书书记，即马查互官员，就头这个邮递来听，所以巴律第2摆来读，邮递听了后呢，伊就安怎讲，真惊吓，读到了，因为这讲着国家要灭亡，要受了，要受审判，写的信息，写的审判的内容1到24章哦。个甚至包括后壁46章到51章，伊就讲，请甲问巴律，请你甲阮讲，你是安怎样甲遮个写起来？是亚利米亲嘴讲的是无？巴律应讲，所有遮个话拢是伊，就是亚利米亲嘴甲我讲，我就用笔墨写伫册卷。遮个官员就甲巴律讲，你甲亚利米着去密起来，毋通互人知恁伫倒位。因为这个信息呢太恐怖了，伤恐怖，互人会真惊吓，所以为了保障伊的这个人身的安全，所以这个官员甲这个文书呢，就叫亚利米这个书记巴律，马登去叫亚利米紧藏起来，所以因是算听上帝的话有谨慎，有被扎心的感觉，所以因嘛是对亚利米表示。爱紧去保护家己的安全，所以遮呢，就是这个这个官长呢，就要将这个册卷摕去互王，用啊敬王来读互伊听，所以继续请家属带咱来读第20集到26集20到26。遐个官员将迄卷册下伫书记官伊利沙玛的房间，然后入去王宫的庭去见王，将遮个话对王报告。王就派邮递去书记官伊利沙玛的房间，摕迄卷册来，读互王甲我伫王左右的人神听。迄阵是9月，王坐伫东宫伊头前的火炉的火咧倒，邮递逐摆读3-4栏，王就用书记的刀仔甲册卷割破，迄炉火炉。到规卷册拢烧了，王甲遐个人神听着遮个话，拢无着惊，嘛无拆离因的衫。伊利拿丹、地莱亚、基马尼亚请求王毋通烧迄卷册，毋过王拢毋听。王颠倒命令王子耶拉咩。斯利的囝西莱亚，甲阿伯他的囝希利米亚去掠书记巴律甲先知亚利米，毋过上主甲因两个藏起来。以上。好，这段就是这个邮递伊就去甲王报告这个代志，所以因就将这本册呢新无查去，下伫伊利沙玛的房间，将这个对话甲王讲。王就讲这什么册，就叫邮递转去甲这个册摕来，读互王来听。然后伫王的身躯边左右呢，嘛有这人神徛在底下在听。迄阵是9月，伫新历来看是咱的西洋历是10月，所以对亚罗索迄个所在天气已经变冷了。所以王呢坐伫东宫东宫就是夏宫跟东宫，伊伫迄个所在较烧热的所在，但是这嘛可能是一皇宫的1楼，因为楼顶较凉，楼较温暖，伊就坐伫头前，伊伫头前的火炉的火底倒，邮递逐遍读3-4抓，3-4栏，就是3-4段，还是就是因为这本册毕竟还是蛮长，咱读亚利米书知影。
王呢就用书记的刀啊，把册卷割破，迄落火炉，到规卷册拢烧了了。其实就是讲，约雅斤呢，伊有听到遮的话，但是伊每听一段呢，伊就叫用刀啊，一段一段甲伊留落来，然后摕去烧啊。为什么烧呢？因为天气真冷，所以伊摕来做茶来烧，加添这个热度。表示嘛，表示讲，伊对遮的话一点啊拢无尊敬啊。伊就是还是呢，伊惊吓遮的话，怕这些秘密呢，去传出去，爱想要甲伊烧掉，湮灭证据，有真多可能。但是这是第三摆塔啦，同款是同一天里面，头一届是伫圣殿来塔，第二届是伫这个这个伊里沙玛伊的房间来塔，第三摆呢来到伫王宫东宫里面，他和约雅斤王来听。但是咧，这个册呢，写要一年啊，结果即马呢拢烧了了。但是呢，王甲遐人神听到这话，拢无着惊，反而是一脸不屑，嘛无拆离伊的衫。这个对角相呢，这个对角就是伊的老爸约西亚王，约西亚王当王第18年的时候，在圣殿里面发现了律法书，叫书记沙番摕来读。王一个听了就撕裂他的衣服，这就是约雅斤的老爸。但是无想到讲，伊的囝对上帝话遮尔啊冷淡，甚至佫这么样的不屑，佫摕起来做茶来烧，为着要互家己较烧热，所以呢，这个态度非常的害。但是这三个文书呢，就是伊琳阿丹、德莱亚、基玛利亚，因在场，伊嘛请王唔通烧，毋久王拢唔听，王阁颠倒命令王主，王子耶拉面，这个人呢，看起来是约雅斤的儿子，但是呢，最后继承王位的也不是他，是约雅斤呐，但是这个伊除了派伊的囝咧，佮派别人的囝西莱亚，甲这个示利米亚，示利米亚，等这个人呢，去掠巴略甲亚利米，但是因为前面那3个文士就叫因爱紧密起来，所以上帝甲因两个藏起来。耶路撒冷有多大呢？犹大村偌大，嘛不止安尼大呢，但是因竟然当找无因。是因为上帝手甲伊掠查起来，所以咱看到读这3摆3种的人反应无共款。第一摆读了后，就来到伫圣殿的文书的房间，有人真足听，请因来房间，佫读下叫官员来听，官员听了伊嘛是有谨慎，就是要去甲王来讲。但是呢，王呢最伤害就是这个王拢无爱听。但是呢，上亚利米无放弃，上帝嘛袂安尼就放伊煞。最后一段27节到32节，我请家做传咱来读。约雅斤王将亚利米讲互巴略写落来，迄卷册烧去了后，上主对亚利米讲话讲：你阁摕一卷册卷，将犹大王约雅斤烧去迄卷册内面的话，阁写一遍。关系犹大王约雅斤，你着讲，上主安尼讲，你烧迄卷册，阁讲亚利米是安怎伫迄内面写，巴比伦王会来毁灭即块土地，消灭遮个人民甲真生，所以上主针对犹大王约雅斤安尼讲，伊的子孙一定无人会当坐大别的王位，伊的尸体会互人ฮ็伫外面，日时互日曝，暝时互霜冻。我要因为伊的囝儿甲伊的人生的罪孽，甲因刑罚，嘛要将我对因讲过的灾祸降互因，甲耶路撒冷的住民，以及犹大人民。毋过因要是毋听叹，亚利米就阁摕一卷册卷，交互尼尼亚的囝书记巴略，叫伊将互犹大王约雅斤烧去迄卷册，迄
去更册个诶内容搁写一遍，另外搁补充真济类似的话。以上。好，多谢亚利米知影伊上帝叫伊写好，叫巴录来写即个册，烧了后上主嘛叫亚利米讲，搁写一摆，搁写一遍。然后呢，上帝嘛点名即个约雅敬，就爱甲伊传达信息，因为约雅敬烧迄个册卷，搁讲亚利米是安怎伫迄内面写巴比伦王会来毁灭即块土地，消灭遮个人民甲精神，他不相信，因拒绝接受。但是迄年呢，第二年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就带他的军队来攻打，所以上主针对犹大王约雅敬安尼讲，伊的子孙包括拄则伊的车看到伊的一个囝亚拉灭，讲伊的子孙一定无人会坐代币的王位，就是没有办法继承这个王位，无这个族谱甚至嘛要该摕起来，伊的尸体呢会互人ฮ็伫外面，日时互日拍，暝时互生胆，就是无人替他收尸哦。我要因为伊的囝儿甲伊的人神的罪孽，甲因刑罚，嘛要将我对因讲过的灾祸降互因甲耶路撒冷的子民，以及以及犹大人民。不过因要是唔听他，那记得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呢？一开始上帝就讲，亚利米嘛讲，写这本册的目的就是爱人听了后，爱谨慎，爱悔改。那悔改，上帝就要赦免。所以上帝是要互因机会，但是读到王这个所在，到这个牧者的时阵呢，伊竟然拒绝，佫可以做茶来烧啊！所以上帝要大大刑罚。咱咧读22章时，就已经有这个预言伫这个所在。22章讲到约雅敬，伊是用无公义的方式起楼啊厝，所以可能约雅敬读到后壁时阵，对这章伊非常的感冒，因为上帝已经点名讲，这个人有灾祸。起大厝，起大楼，但是伊无秉公行义，想要享受家己的福气，伊无替困苦甲散车的人伸冤，伊虽望事事亨通，但是伊无认捌上帝，伊流无辜人的血，去欺负压制的人民，所以上主针对约西亚的囝犹大王约雅敬，佮将伊老爸听到上帝话会拆二三悔改，但是这个煞无要悔改。讲无人会为着约雅敬来哀伤，讲我的兄弟、我的姊妹，嘛无人为着伊来哭，讲我的主、我的王，伊要伫即个互日头来拍，互霜来冻，伊要亲像伊受埋葬，亲像人伫带驴啊，互人拖走，迄出去耶路撒冷的声歌，所以伫即个所在，有讲到伊的预言啊。今日这段的圣经是伫约雅敬做王的时。但是这约雅敬呢，甲亚利米虽然没有见到面，无见到面，亚利米可能嘛无机会，甲伊亲自来讲话。但是上帝犹原透过伊的方式，叫巴录所写的册，所写的这本亚利米书，送到王的耳孔来对伊讲话。但是王呢，犹原拒绝，虽望呢，伊尾啊呢，伊个做王伊总在位11年中间10年伫即个代志，他着上帝话，还佫有10年的时间。但是这10年的时间呢，约雅敬伊犹原无要悔改，嘛无要甲亚利米有计较，所以亚利米呢，只能够泪眼先知那流目屎，那为国家来哀哭。今日咱读的这段的经句呢，是第3集第36章的第3集。第3集，上帝叫亚利米将这话拢记录起来。犹大家听到我讲灾祸互因当个人有可能会悔改，无搁行邪恶的路，安尼我就会赦免因的罪孽甲罪恶。咱每一摆听到上帝话，毋是用上帝话来去教示别人，是用上帝话来检查咱家己，互咱会伫主的面前，看到咱的软弱无够野，然后悔改。归恩主，得到主的赦免，得到主的恩典。好，咱今日分享到这，多谢家属，请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感谢你，互阮早起时就通听见主你的声，
也感谢你，阮读到耶利米书是完整，是遮诶代志拢发生，拢应验，拢真正伫世界诶历史，伫世界人诶目睭前，求上帝帮助阮，互阮会当伫每一摆听上帝你诶话时，阮就会当警醒阮诶心，有信心保护主甲阮同在。互阮的心受试插，也互阮知影爱悔改、爱顺坦上主你的话，就会当得到福气。也愿主祝福阮伫今仔日主日的敬拜甲服侍，一切拢会当来因跟上帝你的证人。阮搁一摆也将阮兄弟姊妹的身体欠安，也是心神忧闷，也是拄着欠缺的肢体，也求上帝你看顾甲保守。安尼祈祷恳求感谢，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多谢大家，大家平安。多谢。谢谢牧师，谢谢陈牧师，谢谢牧师，谢谢平安，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平安。